嚟緊星期二至星期六，馬會將會越洋轉播英國嘅皇家雅士谷賽期。換言之，今個星期二至星期六，每晚都有英國馬俾大家投注，每晚嘅頭場開跑時間都一樣，係9點半。我哋 DWQ 賽馬頻道一向專攻海外賽事，今次將會為大家提供整個賽期所有級制賽事嘅4格心水，大家記得密切留意。未訂閱嘅網友記得撳一撳訂閱，確保唔會漏咗我哋嘅心水。訂閱咗嘅網友記得留意通知。今次呢條片會首先提供星期二晚同星期三晚賽事嘅4格心水，亦即係 S1 女王安妮錦標賽馬日以及 S2 威爾斯親王錦標賽馬日。S1 第一場女王安妮錦標，今場可以話係今年皇家雅士谷賽期嘅一場大戰。上次樂景傑錦標嘅前4名包括主演聯星共舞、菲色威斯同埋明演說，連同澳洲代表胡草使者同埋法國伊斯巴汗錦標亞軍沙丁強兵將會響呢度再鬥過。8號明演說上仗係9優復出第一場，只係熱身，今次信多佢一鋪。10號菲色威斯3歲勝出2項1級賽，今場有力反先主演。7號主演上仗勝出1級賽樂景傑錦標，唔好以為換人就唔得，係馬主請咗簡國能做主帥，揀翻。11號沙丁強兵香港馬主嘅馬，前仗勝出今場同程嘅預賽，有力成為今仗黑馬。S1 第二場高雲地利錦標，呢場2歲馬1級賽會係一場非常均勢嘅賽事。21號華沙11日前首次出賽，響不被睇好嘅情況之下，勝出一場從未勝出馬賽。該場為岳伯仁旗下最不被看好的一匹，擊敗曾經響5月24日轉播賽事見過嘅正宗周芬。11號軍密布已經響呢個馬場贏過馬，唔使擔心佢嘅適應性。1號亞美利灣上仗初出大勝3個身位，3甲繼續遇佢。9號雪嶽區岳伯仁莫亞組合血統偏早熟，唔敢畫佢。S1 第3場英皇查理斯3世錦標，6號夜襲擊宿情樂1000更加啱佢發揮，今季初出跑2級賽上名，證明咗自己嘅實力，揀佢先。14號堅信上仗遠征去杜拜美丹贏1級賽，係今場嘅實力馬，要拖。7號一區霸主上屆亞軍，今次排位同上屆相若，預料形勢一樣，有望交出相同水準。12號飛雀上屆冠軍，力爭衛冕，唔好畫佢。16號明麗儀今季復出2戰2勝，狀態大勇，要拖一注。S1 第4場聖之武士皇宮錦標，3匹2000堅尼冠軍將會響呢度一決高下。1號遍地金上仗由愛爾蘭冠軍騎師簡國能跑，大勝而回，勝出愛爾蘭2000堅尼，馬匹質素超過晒同場對手，正常發揮應可取勝。6號法庭裁定喺英國2000堅尼成功把握遍地金嘅失誤，偷雞成功。今仗需要有進步先可以同遍地金單打獨鬥，否則只可以跟住翻嚟。3號馬蒂斯法國2000堅尼冠軍，由天下第一高手莫雅策騎，都要兼顧。S2 第一場瑪麗皇后錦標，22號先騰日呢匹馬父係為夏灣拿灰，只自極端早熟，初出一出即勝，今仗有望繼續交出好表現。25號嬋娟上仗初出跑同程輕鬆大勝，騎師杜進成繼續策騎，明顯認為呢匹馬有足夠實力，要揀。19號禮儀之吻上仗初出同場同程，13匹馬中突圍而出，雅士谷馬場唔容易適應，有經驗可稱先，要拖。13號妙良基呢匹馬將會由曾經來港策騎嘅騎師國能跑，國能跑馬一向正氣，肯定搏命，唔好畫佢。21號辣初戀呢匹馬父係維花旗，外祖父為灌木叢，唔知大家覺唔覺得好熟悉呢？冇錯，曾經代表香港揚威杜拜嘅加州星球，正正就係呢個配搭，顯示呢匹馬嘅質素同前景十分之好，要拖一注。S2 第2場女王平賽，9號北國風上仗大勝3個身位，勝在可以跟前，跑法有利。3號奇妙小生2出2捷未輸過，所屬練馬師唔好唔會遠征，拖。5號四圍遊由擅長跑低班賽事嘅莫艾成策騎，3甲可以預佢。7號針孔現象唔好畫佢。S2 第3場劍橋公爵錦標，5號一見動情所屬練馬師嘅基地位於愛爾蘭，好少遠征，今次派馬到雅士谷挑戰，唔會無的放矢。1號仙里奇夢
上將大勝同場對手女軍4個身位，要尊重。3號女軍要拖。6號猛奔之後，上屆冠軍，今次對手其實多咗，落雨就一定要拖。4號下凡先機可以帶頭，結合跑道形勢先揀埋佢。S2 第4場，威爾斯親王錦標。5號南加名城，季內復出2戰全勝，落雨都唔驚，揀佢先。6號星羅圖，呢匹馬對住同宮之廟唔夠跑，響呢度就有機會爭勝。4號宋達區，所屬練馬師認為而家2000會啱佢，響經濟科退出比賽後，呢場會比較均勢，有得搏。1號形於外，上將沿途走外面蝕位，翻嚟緊敗，今場繼續會搏命，3344揀埋佢。喜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嘅朋友，可以俾個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多多益善，少少無拘。多謝收聽，請訂閱、分享、讚好及留言。